欢迎收看《后场太上宫》，有卡太假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又到了你老后生人大追古嘅时节了。你老古人人有讲到，平时上一后，无时张有一到，目图100斤，当然在思考用办钱来用钱。安尼做会省到钱冇？安尼做敢会多了钱咧？咁样你老六嘅后生人就会讨论下嘅当然在日常生活对拄到嘅省钱问题咯。祝上欢迎，主持人老下小几度质疑。大家好，我是远红地杯度啊，一天要有钱，才有安全感嘅自己。我相信应该係所有人都安尼嘅感覺。冇啊，有的人係月光族，連嘅地杯度多嘅錢全部發貼嘅。哦，等下來看安尼嘅菜場有安尼嘅人嘛，等下就第前唔係發錯通告。可能係。哦，大家比較正常下嚇。第一集落嚟，所以都係李家。大家好，我係16歲就出了走條路之後錢都能存給你家哥哥。唔過你下穿清楚。冇啦，到了還做地。你 BD 16歲就嘟到一下。哎呦，真勁！真勁，一下做得賣屋嘅，哎呦，等下叫下包租俾阿中姑買本嘅。你想太多，想太多。第三個啦，所以都係應徵。大家好，我係連使用衛生紙就已有大聲嘅應徵。我哋要都要白咩？就按用見咧衛生紙呢種衛生紙拆到3部分，挑錢來出在東岸嗬，拿來做食喎，哦後背翻咗出挑那麼啊，一個呢個出汗嘅時就係出，因為按用見嘛。挑飯嘅反駁，哦，講反駁，本來反駁公主中產苦力。發明。大家可以看下主題咧衛生紙以外，佢還有乜嘅電影講嘅3000嘅樸素嗬。第四沙啦，它紹介係好心。大家好，我係自寫日本教導做唔得歐貝4000嘅好心。做這本人教導都唔得歐貝咯，4000。嘅係啊，都辦公人呢。係真係你最好歐貝4000呢。嘅時嘅當歸呢。辛苦要所有觀眾朋友講啊，佢頭擺咧送還好之前啊，很強貨，買到限量係冇。鼓手台下啲好心都有錢，好聽唔到啦，就俾到阿眼摸。還好我看到我鋪嘅錢結來見上，我哋強嘅阿爺妹。如果搭上呢啲冇錢啊，跟住買嘅花光。我再多種呀嚇，你好神睇神。大張嘅就強，安尼都冇強錢。係冇強大張嘅錢就安尼。你每天都全部死貼是唔會降。哦，全部死貼是唔會降，因為港片就一次就沒有。全部都啲藝神。啊，全部娘。而家上鋪啊，係啊。係，你講嘅。哦，你是誒，你接上英講嘅，你錢冇唔見睇，你變咗你中意嚟用嘅。最尾攞小機度係小鳳。大家好，我係有上次為到我省錢，希望去做些下筆衰茶檔嘅小鳳。咁要按條褲。這件啱上出水。係做地賣茶嘅糖起來咩？唔可以倒冇錢咩？係啊，茶做地水啊！啲做些我用到嘅。老太阿講，佢係漂泊嘅，漂到樹窮山茶頭富圈。有錢人啊！我哋自家啦，露營車啦，高級露營車。幾層嘅嗰種哦，老太阿講，前見都有錢，不過前見嚇今日嘅主題係3000起到，睇下起到，因為3000那個事情到自家嘅實施即係沃卡度嘅教育有關係，冇一講你出社會過後，將理解到，從家下理解要講到，誒傳錢冇按改，按用錢係冇，阿志。我感覺一定有關係，像我就遠紅地杯都一定要有錢嘛，我賭錢入去啊，就係我阿公教我嘅，從細到大我都看我嘅阿公啊，就非常嘅上強，比如講我安利嘅烘後，就乜嘅龍肉飯嘅冠軍啊，哦，龍肉飯嘅冠軍啊，提名大頭名嘅，有嗰陣時阿公就講啊，嘅龍肉飯可以係冠軍呢，當好食，安利來買來食，安利就講好啊，但係安利去買嘅龍肉飯，自家買嘅一碗嘛，其實唔係啊，你沃卡度啊，地位度啊，煮飯就好了啊，此個又沒沃卡度又有味咩？係啊，又沒冇味食，係冇。誒，結果佢就講，跟你帶個沃嘅啊，去頭嘅調價講，你買嘅龍肉就好咧。人就講嚇，有人愛用做冇，佢就講冇要緊啊，嘅調價一定認同好嘅，你就去買嘅龍肉，真嘅佢就買咧。後來我想，真嘅要夾嘅套利，因為阿公從細都
都态度刚才讲，我会买东西就会买稀有给东西，做没大送。就算你煮饭都煮后，所以我每次都要提前讲，晚上有没有在家吃？然后黑某一饭，你留下来我问你妈哦，我爸就讲。那个饭不够你啦，不够你的份啦。拉色啦，你冇讲吼。姑说，你嘅食材啊，都生都非常的精明的嘛。嘿，姑说还压力就动态，大概都会提前预告一下。而且猪粉，连转过卡式饭都会写猪粉。猪粉嘅。我見你用乜準哦，我冇料眼面蟲嘅喎，你當條好擺啊！我是到好個阿志瑜嘅公嘅教育，按嚟先見同好。咁我講到我卡度嘅教育吼嘅後生，從細咪本阿婆要教導。冇咁錯，因為我應該自細哦，我阿婆是剛才講準備學嘅時間，因為我也都啲冇俾做成，寫是阿婆土台嘅。啊，媽媽打仗嘅時候拿錢俾阿婆啊，所以我其實我寫是有學物嘅用物嘅冇買少，不過都自我讀過小嘅時間，當然是有自家嘅兩三千嘅，就是固定的零用錢啊。其實出廳嗰啲讀書係用到嘅，冇是平常時教育用到嘅東西。其他嘅錢，自家想辦法親錢來買，像該買個刮刮卡啦，買個通額啦，吼，該就自家想辦法去控起來。所以自各種病人可以是應該是打人工。其實打人工唔係因為自家屋企冇錢，係因為佢想買嘅東西都想嗨啊。真嘅。啊，自家想嘅東西用自家嘅錢買是唔會不營養。不過到大學嘅時節，該是冇窮用咯。因為我大學到台北嚟讀書啊，該是哦唔係講屋企當有錢啊，所以該是去打人公司嘅存，我平常時用嘅。因為屋企本嘅錢差唔多是做啲那個打仗嘅屋稅連。想講，哎呦，我餃子誒，該是。工作嘅時間，該用500、4000咯，該窮嘢啦，該工業咧做啲果凍紅啲咯。係啊，本來做啲打仗嘅每天可以吃便當，現在每天吃麵包。就不都買海。跟发地堡应该就是你家了啦。没有可能哦。但你是胖哎，从你还看到给打卡，讲应该是牛排啊。每个都可以胖风啊，有文学牛排咯。他不是海产啊，更加贵哦。那你做别样嘅咧吼？你根本樣錯，不然佢做。真緊啦，不過講到安尼平常時上學上欠，所以為到安尼慳拿到慳拿好嘅生法咪係唔係？個阿爺唔係糖果。愛講幾再講，你上應該知道佢上欠嘅方法都唔好，味道上欠，感染5度4。这在干品哎，我也是两得呀，懂得呀，省吃俭用 ，V 都就會買東西。係咪幾樣係好麼？我係高升白嘅買東西。我喺各種嘅時節嗬，我其實完全嗰啲學校完全冇識真傳，大家就會想講都幾樣啊，我就會繼續同我。隔壁不買嘅，一咬以後誒，捱咬以後，跟長水不捱死以後，啱用就爆誒，嗰個3串變2串1串，就會味道係用手上。錢就留下來。係，我想愛東西，我就會買到，我想愛就會得到。各種買乜緊啊？係啊，要買嘛？用紅紅包。追明星啊，明星卡買 CD 啊，平房啦，有平房啦。你還讓緊緊500、4000啊？緊緊500、4000。不過台家講到自家係省錢之王，我們來做一個小測驗，好不好？好。來看一下台家緊緊係中8000對咯，中8000。來有一個主題就係講，頭家喺呢度便利商店買5罐嘅涼水，到 A 商店咧10罐嘅75折。30誒，係5罐100條。先來他講5罐總共有100條，本單嘅價錢呢5罐100塊。如果嚟到 A 商店呢，10罐有75折。到 B 商店呢買2罐是有75折，2罐75折。2罐向下算75折。係2罐向下算75折。到 C 商店係用辦法提2件打5折，提2件5折。哎，這不是很常看得到的嗎？唔該算一下，因為平常時我就用啲數據來算。好，然後他講，喂，5罐100條，5罐總下算係100條 ，A 商店係10罐75折 ，B 商店係買2罐有75折 ，C 商店係提2罐5折。你6、3，哎，只有30秒，快點！
前提是要买5罐哦，注意哦，买5罐。好，来像吼，大家可能冇按键。青菜啦，反正不是下书嘅答案嘛，就是下选那一张。选那一张之后咧，给观众朋友，唔列下面上下都列 A、B、C 上列样板型买，将会上到最多钱。先列下，等下转落来解答咯。有种要不然给副头钱3000條唔見睇。嘿，我都會試啊！都會試啊！我已經3000條點解咧？唔做夠啊，馬莎啊！沒有條還有該永久的時間，該1000起是咪變下多？還有條還有該限量版，你買咗咧冇咗？呢個重點就係冇可能那而賣啊，那而賣。對啱咧講冇可能，因為啱買係在收藏。我唔講買店收藏機會變貴啊，係啊，買店收藏機會變薄。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唔知所有觀眾朋友你選好些呢題嘅答案冇？今日主題是講假使8鉗頭家係你愛買5罐，一個涼水添加係100克，5罐100克，幾多 A、B、C 商店都有賣兩個涼水，我樣板型買咧 A 商店係8罐就75折 ，B 商店係2天2罐75折，C 商店係天2天5折，唔知大家有算好先，我先看一下大家答案好冇？然後呢答案顯出來，我知道有人咧，老太講一下吼，你係國小5年生嘅數學嘅題目考卷。唔過家下有人同我講係心理測驗咧。你都來之後係心理測驗啊？被我師講哦，你從寫數學考試就知道係心理測驗。我知道交朋友愛托唔點啊？愛托工人啊！成功心理測驗。嗱，我認真錯二類啦，錯二類啦。你好朋友。我知道吼，好朋友，你係唔係好朋友，係損友吼。我你來看一下。我看到呢，有部分的人那個答對，有部分人真的是非常的好寂寞，臉酸唔臭都 Q 下酸唔臭，來看下答案，來看一下答案，馬該答案是 A。謝謝。我家下要到大家講嘛，5罐100克表示1罐幾多錢？唔知。 10塊。 1罐。 5瓶啊，唔係講。 5罐100克，原本是原價5罐100塊。我撈到係1罐100嘅元咧。你買個涼水嘅100克啊？哇，以前邏輯有問題，國語也有問題。你係中文有問題，讀解溫史有問題啦。然後睇睇講5罐本單係100克嘛，故說1罐係50係冇？所以呢75折就是100乘以75折就是多少？75塊。那 B 跟 C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道理。T1罐打75折，兩件加起來75折。這個15怎麼來啊？啊，什麼15折20的75%。對呀，就是3/4。還20乘以3/4等於15，啊，這樣子那個分數會算嗎？20分成4份就是5塊。啊，這個那個動畫師幫我這樣寫啊，20乘以3/4，然後20跟4劃掉，等於15。他又一走在跑。沒關係，20有4個5塊，然後他佔了3個，就是15塊。啊，又一走在好，放棄 A 是75塊 ，B 到 C Q 容是80塊。假使因為賣5罐就聽錯，而賣 A， 但是我們知道嘛，8克嘛，台在馬莎英雄賣半機咩，係冇，係咩？冇錯，估數咧，我睇了解8克，佢最近啲咧減皮，我就直接同佢來結論一下。而買4罐就好咧，4罐就係會太強哦。古時候係說過4按真係正確嘅，佢假使根本呢，8克係硬嘅調價。佢一定要有5罐。冇想過，跟硬要買6罐，一下做得自備。哎，好，我你哪一得當上？這麼嘅 B 係33元。哎，為什麼？來，算式在這裡，來看一下哈，40乘以0.75乘以2就等於60，再加上1瓶的20塊，所以等於80。係，安用聽懂了嗎？就聽哦。如果不想買東西，叫我講我不拿發票，做對卡便宜冇。因為到 ABC， 因為快發票而5%的稅，因為佢嘅，所以他應該係總價再減5%，好，再減5%。再去買家私。他應該有知道要有一個分水嶺。對不對？哎，你跳進山茶咧，可能先。一定會3飛呢啲卡叫啦，我們天曬啦，
不过正經講到這個吼，講到了下問題就係講你這個平常是一整年要傳到幾多錢，你係收費係用辦法分配呢個問題，小鳳先來講下。這個問題當好，我一整年一天出冇100萬。竟然做得多幾多錢？你嘛意思就是講，我一整年存2萬，咪係存冇100萬啦，存10萬。你講非法。這多幾多錢哦？呢個問題咪當好呢？其實台北市吼，只要有4年的讀幼稚園，1年一天係20出頭，20萬到30萬就有啦。啊，外國係20萬的啦。有票務嘅，土地嘅門牌，哦就自己住1層，基本上係20萬起跳。哦。一整年了。1年啦，一整年。3年食飯吼，還有哩哩叉叉嘅，有茶嘅費用啦、停車費乜嘅啦，一整年基本上冇8萬應該擔。哦。以上。袂擔讓到台北，真經有可能帶到衝山嘛，衝山去回權啊，除非講帶副卡，係叫做唔是。咁要中簽嗎？大生嘢？要中簽嗎？一定要啊！其實意思是講，只要存要100萬張嘢。哎呦，不到，我講不到啦，99萬冇啦。佢講佢要中簽，表示講，因為我哋家本樣係都要卡做嘅家庭主婦好多嘛，故所佢特登嘅天數要存超過10萬條，因為佢要講佢要中簽嘛。哦，那我們中幾多簽應該就唔定啦。存2萬咪係存冇100萬啦。2歲。嘅後先咧，一整年時間你遲到，你做得中幾多錢？韓國你做得花嘅錢收費係幾多？其實哦，該張嘢我係冇買嘅，後備4千，我從差唔多做得中2萬冇買問題啦。你減買兩餸還是少咧？嚇，減買兩冇，跟住中5萬咧。減買兩餸還是差唔多咧，吼。係啦，係啊，已經講冇咁錯。我增值嘛。係啊，還有個存錢嘅啊。然後還有存錢，你做夠啊？拿啥啊？沒有啲還有嗰係永久嘅時間，嗰千 K 是會變下多，還有啲還有嗰係限量版，你買咗咧冇咗。你個重點係你冇可能拿去賣啊，拿去賣。係，對我嚟講冇可能，因為我買係收藏。哦，唔講買店收藏幾位變貴啊！係啊，然後買店收藏幾位變黃，天天。係咪變貴啊？嘅條件嘅阿嘅鄉親，呢家總納鄉親，總納鄉親，係，我這家算其實差唔多都在都2-3萬英元啦。哦喲，嘅差唔多。睇下個，因為係看起來，等下係看起來就係像嘅客家好心 QQ 咁樣。因為呢，雖然看起來同好花錢，但是呢真係唔係同好凊彩事情嘅。哦，佢真嘅唔會。係，因為像我對設計，然後對便宜完全冇共用，對便宜比方講質疑上嘅啦，我覺得送本去他好嘅東西。誒冇誒，竟然係冇拿到。眼皮本而吐槽。比方講，我對我嘅結尾好咧，結尾呢，我嘅剪頭男模，大家都點個小狗美容，對，價錢扣就是咯。喺講1000元嘅切對耳花冇講好，本期去寫，唔過本藝設計我剪頭男模天天咯，唔係寫上剪頭男模哦，我300元、400元我都係上款啦。唔該，意思係花錢本而寫成。美容啦，係，古時我設計係同上香嘅元啦，係啦。阿爺妹咧。一題其實都係來講有啲複雜，因為我用嘅前四嘅前唔係單槍法啲，我即刻神行，還有握卡年。故所呢，其實我冇特種嘅技師嘅習慣，因為必要愛快嘅就會快。故所我雖然有做事，唔過我要當上家管、家庭主婦。故所我怎會講，看到我嘅鋪誒銀行嘅鋪嘅錢進來見少，我會冇叫。你喺人福卡個你會也會。係，就係賺錢咧。唔過我遲到阿人妹辭唱了下結婚過後，應該要後漲係因為我嘅錢是係我嘅錢，我老公嘅錢唔係我嘅錢。你啊，假鋪嘅啦、煙嘅啦，全部都係我呀。唔過之前有人講到上前嘅第一步就要選技師，講到技師，大家平常是拿到嘅總單係好希望講係資本總單，也講天使總單，有辦啊數位總付7隻去納款冇有按呢個情況哦，也係人家情況老百姓都冇享用咧，自己先來分享啦。我感覺我真係係信用當好嘅好公民，喺用辦講呢，因為我一天會啱時去納嘅信用卡嘅錢嘛，再過來就會。
资本的部分，但像公费嘅钱，天天系用资本嘅，其他的嘛该信用卡啦，天发费啦，嘛该天了钱，嘛该全部呢都会天自发嘅。用办公呢，韩国人唔会去用嘛该自动账户扣款，哎，用嘅东西，有啲人讲哦，自动账户扣款，动力片啊，系动力片啊，系，唔讲呢，你刚刚，哎，我就大概就看到有一半还冇生意就设定到底冇啊，我就哎，要不然给付退钱，房钱扣唔见睇，哎，我吓都会死啊，都会死啊！我给3000扣顶海咧，他说，哎，你那个信用卡嘅抢开，就讲冇啊，我一直老佢演讲，我讲我冇啥听啊，佢就讲你有啥听懂，我讲我冇嘅，我就讲佢讲，赶快把我设定关掉，快点关掉。我想补充，我之前没设定自动扣款，我最后我才发现到，我3张月本你扣175块给手机铃声。哦，因为你冇打去气手睇，我冇气手，就表示讲我黑人，你知道吗？啊，有少动手75扣，你冇发现？係正嘅。不過講到納錢，全是納錢係當重要，因為咧係算到一個信用嘅部分，一個後線要全是納錢，特真嘅要全是嗎？其實我特別肚痛的時間，因為始終冇地方卡，所以我個填發了，但係記到我倆嘅時間是會過期，冇事冇拿到錢，嗰時會本應叫做催繳賬單嘛。係還會多拿到錢。係啊，我是因為按用應該是攞個填發了個賬單哦，個資本嘅，記住你冇卡。我自家大個新主家冇卡，啊媽媽是會準時讓我拿。唔講因為有問題，那係應該需要嗰張嘢哦，那張嘢應該填發了先下到，媽媽是會打電話，應該填發先咪按到。你答不馬上，我傳按到先啊，我下上強調啊，我為先把按就按過啊。你應該咩係哦？因為我冇本愛咩麻煩，強咗，係所以。後來我全經堵唔掉咧，係嗰時攞個填發了名額啦，冇事全部轉到我自家裏邊，嚇，嗱唔過。我上你睇問題係冇解過，所以我是攞個手機個填發了一個資本哦，叫做填值嘅。啊，你下我是當日自家扣的，當日自家扣的，我是當是其實當利片啊。其實有相信係簡訊賬單，一講填值賬單，即係寄到一個 email，一講有簡訊有簡訊嘅，你就知誒，一陣係記得愛去納錢，不過吼。有對人吼，就算有按用現金係唔記得啦。嘅數位賬戶小資族，你會用數位賬戶直接扣款嗎？其實我會呢，唔過我唔可以用刺通來拿錢，我可以用數來拿錢。意思就係講，佢會拿錢嘅時節，佢會記在紅底本啊。跟我就知道講，哦，我拿錢了，啊，人家就唔可以填表填咩，啊，我看到嘅時節就知，哦。哎呦，一錢差唔多可以結到喎，嗬，跟住就夾夾同佢來扣提起安尼。冇唔錯。不過有對人用信用卡咪用按用扣款方式嘛，要賺到安尼好心情。冇錯，因為你睇兩種東西挺多嘅哦。因為信用卡其實係用填值嘅，用填值其實當你便宜是唔講你。該錢冇拿到，不過你很會有一個問題，因為哦，你係該符合地位，大家你即刻扣聽嘛，該錢哦唔係啲該錢包地位拿出來，唔係用現金拿錢，該是唔對同啊，人家扣打就唔係講存幾多，有時哦是安尼，進來，你錢是冇嘅，所以哦，你那係用嚟。雖然你騙啊，咁係降心注，係降心去注意。其實最重要係講，自家會記得，自家花係幾多錢，自家偏向就有記事嘅那個習慣，就唔係個一下錢就唔見睇，我按用希望要打上睇人家嘅線咯。下一堂節目按你轉來，老太太分享係講，因為出去聊嘅時節，用辦先去上睇那個理費啦。等下轉來繼續來討論了。飛機票，咁還有大嘅地方，還有機場接送安檢體。做地啊，做地啊！佢喺機場接送嘅人好冇？係加唔好嗌就老唔講。用翻可能下特殊專線，特殊專線。有冇特殊服務？我卡邦嘅吼，以前叫做拖嘅表，叫做拖嘅表，然後又講那個就拖嘅表，我問題幾貴在卡邦嘅唔見咗。歡迎大家到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誒上一段節目冇講大家平常是有多到幾多錢，還有平常嘅收費花費有幾多。唔過咧，上次你賺到錢過後，就想喺出外去旅遊，包含到你根本要邀請到特別嘅專家考生。
等下有问题就做个问题再讲。平常时大家出外去旅游的时间，多带那个旅游的费用按样板现上上的多，又唔係打上聽那個旅遊嘅一種心頭。唔好講，有上時那種太上添的時間，那個品質就會下降。樣板型做得上錢，因為下降本來嘅品質降大咧，認真。我有一個動好嘅方法，就是講平常時間像你嘅投入就唔是去人家人，我就會選擇嗰種人較少嘅時間，就談貴嘅時間。唔錯，安尼人就會較少啦。唔過去那了咧，我就會先留一個網站來看一下。哦，鴉片帶嘅位數當便宜，哦，鴉片一個交通又落價，跟我就會去嗰片了。因為大家上看啦，去旅遊嘅時間啦，就會一個帶嘅位數啦，還有交通，係冇辦法上線嘅啊。像你去食東西，你就得先找嗰種較便宜些嘅啊。你講那種點心店啊，食的小吃。小吃有冇？啊，還有啊，紀念品啊，你就會冇同朋友講出去了，啊就唔是買的啊。真嘅。條條嘅去，啊嗰就唔是花錢咩？我還老幾出去了。這個懂啥？食材啊。那認真出去了，你就得去查個事故登記。真的啦。如果帶較便宜的，你就去查那條。就是帶凶宅。你去多便宜？外地有喊他便宜去摔囧喵。哦，没有票，香客大樓啦，香客大樓。好啦，自細吼，唔講係所講，就係旅遊還有交通啊兩個部分，大家做得先去看，哪一片較便宜，啊就去嗰片了。有上時哦，按你本去下過去哦，會搞到吼，便宜唔知道唔夠懂好搞嘅位數。就是秘境啊，有當時一個景點，唔過係彩窗宜然，你繞牆到那個旅遊沙界。專家，讓大家講一下好嗎？講到呢行哦，梗係真經專門嘅，因為我睇白，先係當校教要摸校對對點地方卡，如果愛存錢梗用嘅曬咧，像慢來行用嘅曬咧，嗰時做了都投入數咧啊，唔是10多錢有這慢來行有這存到錢。哦，真嘅，要進麼？進到。跟住後咪就冇喺抱怨講，我個條路當甜冇。唔係，梗係講真嘅，雖然講當甜啦，投入真嘅當甜，不過做啲去看到當到會所，係去到當到好搞嘅地方，重點係你去過了後，你還做得到朋友講，哦，你朋友幾好搞，你做一個，你邊做得起麼？有沒有那個價值 CP 值高不高？也係最重要嘅。還有哦，咪係因為我做了投入嘅關係哦，我該帶嘅錢啊，某些行程安排啊，我是別人慳啊會算。有啲我該好空嘅啊，某些下帶嘅該假使咯，哦，是做得用到該下去品質。啊，唔講你就全部用員工價，你用會抵咯。應該用員工價，所以應該做得享受到一樣的品質，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啊。哦，呢個咧，後先咧，安樣挺好，大家行擺做得落去買行程看有好便宜麼？我禮拜咪落後先買了一間行程，將來嘅時間我會落台在報告，後先咧安排有好麼？我想假使唔好，我就請我們的製作單位不要再發號成來，因為主問一下，幾時要買飛機票？咁還有大嘅地方，還有機場接送安延亭。哦，做得啊，做得。佢喺機場接送嘅人好麼？假使唔好，我就讓人講。用翻可能學下特殊專線，特殊專線。有冇特殊服務？我阿志怡咧，嘅旅行嘅時間，我用班型來安排。其實我感覺老師講，你出去了，出過去了，發現自己想愛上錢，根本就唔是出去了嘅啊，就帶啲不卡就好嘅嘛。不過從之前我對帶嘅地方嘅錢啊，就非常嘅要求，因為我感覺你出去了主要就係出去搞嘛，唔係主要係帶嘅地方。後來真嘅就讀到下唔好嘅素材，真嘅係1分錢1分貨。後來我就有啲會不用看我嘅標準咧，就係講，我帶嘅地方嘅錢做得較高到位啦，後來真嘅又較好。唔過我對自家嘅要求係講，我帶幾多錢出去就花幾多錢。故說像我最驚就係你入卡嘅時間就冇愛用嘅感覺。故說我出過了迄時間，我就會帶現金。那係真嘅使用乜嘅東西，一定會入卡翻，我真會入。那冇太富，我都唔會入卡啦。其實應該都危險嘅帶現金。為什麼？因為帶現金強盜反而天安都危險。我是
那个鸡蛋没有放在同一个篮子，比如讲有的出给Andy 嘅卡棒，有的出给Andy 嘅随身包包，某一停。无王太太老家时尚没共用呢，加包卡棒的吼，加前加只拖的标，加只拖的标，然后又分那个只拖的标，我问题几个几只卡棒的唔见咗。共用啊，那共用啊，我说鸡蛋就是它，可是它没有分散在不同篮子，他只是一次把所有篮子给都不见了。哎呀，这一下绕手越拉嘛，全部它是分散在不同格子里的。你全部标都卡邦底不会度哦。对啊，卡棒的就用的 JR 那个高铁 JR 里面。哦，买它聪明啊，也不用它如果講到場外是即個安排車嘅部分，因為現場嘅阿姊而家要講到佢係現金派，有人係盧卡派嘅，你家唔知個係乜嘅派？我試過就是盧卡派嘅，真嘅，因為盧卡嘅時間可能嘅國外出來賺嘅回饋嘛。尤其呢，因為國外嘅時間，因為灣按到嘅現金，那個匯率咩冇聽錯好，故說呢，你聽錯呢，要用盧卡嘅方式，也回饋較多啲嘅。係，韓國我去國外嘅時間，我聽錯咩，我試過嚟識聽講，一擺可以花幾多錢？比方講啲比洋機嘅機票啊，係做到去買，聽錯會較便宜啲嘅。因為一下動到嘅 app，你做機比較也到加私要幾多錢？係，再講嚟講，一下以前嘅關係嘛，睇到啲國內，嘅國內我試過較從細就會帶恤衫，因為我知道國外帶恤衫，就是我帶貼嘅素材啦，帶素材，係些恤衫。呢個場外係你要係帶恤衫，啲學生啊係帶恤衫，跟他帶香客大樓啦。係啊，共用啊，共用。冇，帶個飯店嘛，然後有飯店嘛，然後就會貼嘅素材出錯咧。因為我知道國外同國內係唔係國外帶嘅較便宜？其實動下正經嚟跟國內嘅盤店正經下貴。真嘅當貴，係真嘅當貴。故事我就會用呢 app 按到 Shopback，其實我要當到嘅回饋，比方講你愛聽錯啲嘅 app。底部度 Booking.com 底部度買一條嘅迄個素材，其實有上時會回饋6%啊，但係幾多？故所我說用按用嘅方式嚟傳下回饋，其實咪係上錢嘅方式啦。其實你係當到嘅小資族用嘅方式，你係當到嘅兩用用當嘅回饋網站，因為假使講，你用攞兩隻卡夾行嗰個夾上呢個回饋網站，你下拿到會得到下拿到嘅呢種回饋，對，呢個要相信會哦。當場傳到咧呢200K嘅感覺嘛，咁個場外時節，相信嘅交通費係1天係自由化嘅天嘛，咁個嘅小貨你要視察，視察嘅人用半天上呢個油錢，還有天差費。愛視察嘅哦，第一集我上到愛上油，係嘛？本身茶油上油冇幾多茶油關係啦，不過4個人沒有關係哦。係有人嘅噸位沒有關係。其實吼冇正茶嘅280公斤嘅啦，吼，茶本身當重，故說我茶嘅甜痛，係咪一開始我出較多力作用力？好，故說一開始茶你就本佢適度凍夾，一開始茶嘅凍重我本佢甜痛就適凍到力，就代表講適凍到油。好，那喺個唔茶安尼，你上天天的見來見夾，凍夾嘅時間爭多時速100公里吼，安尼天天的來就較上油。故說油色油無留一開始茶嘅油囊油無較有關係。其實還有一個嘅概念就係講定速啦，所以講假使你有在一定的轉速面前去讓它定速的話，按用去下唔會，按用一下夾一下慢咗凍位。同樣係較唔可以講，一下要係能動嘅，因為個廿速度、廿轉速要講下來，係估數定數咩嘢？你這嘢茶嘅專家，有理由專家，有茶嘅專家。你講茶視茶嘅，你係事前專家。我唔錯，阿爺冇就講到你咧，你就係唔看大擺來6人嘅時間就去甲視茶，給你視茶都得有穿到，有上到錢，唔係講試穿到錢。我其實我貼喺上油錢啊，老實講啦。哦，佢冇時間上油錢啊，老實講。但係我貼喺啲嘅油哦，落加時間去排水加油，我就想講油冇，就是加油就好嘅啊，唔要用誒，我就是加油就好。唔過我會用嘅信用卡，那一種卡片有現金回饋，我就用呢種。因為佢有上拿出來，一件擼包起嚟。一種吃哦，一種有嘅紅利點數，將來前一步嘅。我什麼個個7分錢咧，我送一本係假嘅
哦，我一家，我七家，好心球，好美的，好姑娘。哥哥叫我了几多钱？哎呀，个是高管，你应该跟六大世界加我应该是有上道的。你还送了4万金本呀，讲用意思讲，阿妹，你老系4个，你老系。唔係啦，我冇飛啦，講緊我冇飛，唔係用喺好心球。給阿志人知道嘅模式差異，嘅交通費嘅部分。像我模式茶，大部分都坐嘅台中運輸嘅，大部分就以前我就用非常傳統嘅悠遊卡，後來我真發現講傳統嘅悠遊卡係冇回饋嘅啦，我就用嘅信用卡，因為信用卡有點數嘅回饋嘛，我就懂聰明咯。從一下有段時間他難時，比如講來一片流量嘅是睡過頭了，服務唔差，就夾夾用嘅很差嘅來嘛，嘅很差來我咪會貨比三家哦，比如講用版型呢，我會比。Uber 再過嚟比 Line Taxi， Line Taxi 嘅部分嘅，韓國呢 Line Taxi 係要單一嘅回饋咯。Uber 有一個非常神奇嘅地方，你加上坐嘅 Uber 查嘅時候，它就有折扣誒，非常的神奇。故所以我就會去貨比三家。唔講你比太高後，就石頭誒，就石頭誒。冇，不會。佢會前年嘅啱就先看好，我係聽講嘅嘅，可能坐嘅 Line Taxi 較便宜。聽講坐嘅 Uber 會通100塊做唔得。冇，我空從了服務差咧，我就先打開，然後衝下先竟然咩當無限喎，天無限啊！不過睇下咩點啊？你啲2020嘅時節，台灣政府推出嚟嘅振興券、3倍券，睇下拿到了3倍券嘅時節，你係塔東亞信用卡底杯，也講塔東亞嘅用資本嘅3倍券喎，也講用乜嘅方式上得到最大效益。韓國家大家講到按多嘅信用卡嘅回饋，大家咩想看平常時用版型利用呢個信用卡嘅回饋，等下再嚟繼續嚟大家打嘴鼓了。嗰時我thành功做啲那個信用卡綁強下時間，我是攞去塔強下嘅，結果我是未攞去強用，適當那片錢我未唔啲。因為幾多講嘛，你是幾多錢，佢是第啲咪下張嘢嘅，我拿嘅錢啲咪扣睇嘛，係啊。有冇？因為我買嘅東西好多。佢買唔啲，佢做啲要本應扣睇嘛，佢買唔啲。先睇啊！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加入講到到2020嘅時候，台灣政府推出嚟嘅3倍嘅振興券，唔知大家對嚟嘅3倍券係用版型來用到資級嘅，阿師爺就係我依個3倍券真係用到動資級，因為呢，我屋卡4分總共12000元，全部係搶過來，全部生涯。生涯哈，因為我6年時間屋卡仲嘅儲有延期啊，跟6年嘅時候推過當好，佢講好啦，唔等3倍券出來吼，唔爭來納錢。當好參詳。係，當好調價，佢說7月升5天熱，我就乖乖攞9000元來調價。一下就用得3分咧，用得3分，一下係我當後邊咪喺度動到點價推出哦，唔用3倍券攬錢做得又多送東西啊，又多打折，故所我喺想講，好，我就還有加張嘢，我就等嚟個親民一份3倍券，我就等哪家點價做得又本來郵費咁樣，結果。你就貪心咩？係啊，真係貪心。你咩？你客家要講句話，人心不久，沙屯燒。就係我想講吼，要精打細算，結果冇，大家就定係針頭嘛，拖延症。我就等到簽名日、生日日、30年後，我過去咧吼，我就夾吼，跟我買一台嘅泡腳機本來屋卡然後嘅，結果佢點價吼，冇本來任何嘅打折，佢係一副講。已經簽名了。時間我到我們就買了。我容易是用啦，我容易是那是貶值的啦。夾把睇就按用咧，好，我就乖乖要留3000元嘅3倍券，好本給店員。唔過我好肥，我講嘅我做咧用500元同用現金同換嘅500元嘅3倍券嘛。換進來啦。係換進來，因為我聽講嗬，跟住本書是點嗬，500元做的是你20盤嗬。要換唔咯？我同我先生去嘅啦，你3倍券我上過來啊，搶幾十東西啊！結果你真嘅要去寫？要9萬本嘢，當然要啊！我要現金本錢換咧，500蚊500啊就。
就感觉那个时候哦，很都见小呢。係啊，係些啊，跟牙橋啦，還換牙要做。有其他胎嘅。係啊，其他胎嘅。我講到你係最少，你要第一個用到哪一位？有人係。幾年嚇，乜嘅係三倍錢，佢完全唔知自己係三倍錢，本人哪時候咪唔知嘅嘢，阿志怡。嗰陣時嘅就談講，做地綁定嘅咋中夫嘛，嘅夫頭啊，因為咩唔知講，按樣把去發，按樣把去得到啊，咩男士去研究，嗰時呢佢哋就講，綁定呢非常嘅強壯，即係就做得用，我就好，我就拗佢綁定嘅啊，佢話唔知綁到哪邊去點哦，即係因為佢就講，我聽說我喺發乜嘅3000元，佢就乜我全部唔知啊，因為我就唔知講我到底有用到還是冇用到。還是你自己其實綁錯賬戶不知道？你係偷把別人聽唔聰嘛？唔係，佢可能綁到用到中夫，綁到其他賬戶。就是我還冇信用卡，我還特別去綁好之後，我還趕快去花，就是我一綁我就去花了，結果真嘅就冇看到啊。就一花你的錢就冇一綁就馬上有啊，係啊，唔係一綁馬上有。是啊，因為先花3000，結果對退轉來2000。好，唔知啦，再過一個，那過了1年啦6年的事情，你都了下張底，阿妹愛，該好心，該用心，拿到了3倍錢的時間，用辦先來用。其實是從挑選來講嘅，我乜嘅東西基本嘅是變到過期，我未見你嘅事情發生，所以該是我thành功做啲那個信用卡綁強下時間，我是攞去搭強下嘅，結果我是未攞幾強用。是到那邊人，梗係唔啲，因為幾多講嘛，你是幾多錢，佢是第啲咪下張嘢嘅，哪個錢啲咪橋聽嘛，係啊，有冇？因為我買嘅東西好多嘅，佢嘛唔啲，佢做事要本應橋聽麼？佢嘛唔啲。錢財啊，錢財，反正我要花錢，我要爽快就好啦，就錢要花出去，幾多按頭。同其他摩個按到錢，做得，應該要橋聽咧，哦，應該要橋聽啦，應該要橋聽嘅，阿認真嘅。今日談起來咧，我知道我係最有自費嘅人哦，因為我就想講，政府本來按我嘅經費，應該就會很愛講，我用錢來存錢啊，要用錢賺錢的概念嘛。故所咧，我就講啊，我嘅乜嘅3片啊，就會給啲一重重嘅要動到中嘅錢啊，嗬，嚟拿去買嘅賣股，因為一下唔係講流行講，即家啲屋考慮溜贏咩嗬，跟住我就想講，我就做得嚟買下嘅賣股，啊，我就做得從行卡度嘅錢，做得開海卡抖音，係貴人不見啦。不過真嘅有賺到多錢冇？謝謝。豆豆請你嚟溜贏咯，我要去搞買你嘅賣股了。看起來阿認真點都冇賺到錢，還撩了千多錢哦。鼓到搶所有鄉親朋友支持人哋阿認真，不你差都係認真。拜託。假使佢冇賺冇利用佢順條咪做得。大家都做得，大家分享好，挨個賴賬號度大號，大家記得好啦，講到了3倍錢，有人係發綁定賬戶，有人拿3倍錢來抽獎。用乜嘢來抽獎？其實我知道我老記到呢種啥強用，唔過我必記到緊動啲嘛，因為我第一條講綁定這個信用卡行動支付啊，佢做得有一儲獎嘅功能。因為佢成日就講，喺講你綁定嘅花3000元嘛，嗬，喺講你儲到就有6000元。我說我就想講，我資款哪好咧？唔過我其實係想講，喺講我冇儲到嘅花，佢就會還我3000元。我說前面呢，我第一條講呀，我冇儲到，3000元就變到行動支付底部度，我就會買一個便利商店嘅東西啊，我就沒冇買用途啦。所以講，其實你咪冇算數啦。係冇算數，但係冇穿到，唔過冇料到。係冇料到，但是就冇乜嘅意義嘅產品。你就變一個機費，天天就嗌啦3000K，可以變個6000，看有變到，拜託啊，按好變啊，不然變到那有可能。就像我做對啊，因為佢加上有變到。你看講起嘅經驗，佢根本係戇人，就唔會想到呢件事情。必記到行下錢吧，佢用啥？係啦。有事冇事就唔啲嘅。有事到哪位？到底咧回饋用業來冇咧冚啲啊，過嚟1年半2年冚啲，咧回饋到哪位？啱啱講中咧，我啲係相信我啲嘅政府係動靜很正直的。不過講到盡來，你唔單止係3倍錢，你偏向去接上用到嘅就係加大家都動到嘅一種信用卡嘅部分，偏向是大家用咧信用卡天窗為注意咧地度嘅回饋的部分，那個
消防，平常是用板型来撸因为刚才大家就有讲嘛，信用卡要看一家又配合哪一家银行，安尼撸我卡有回馈，即基本的加油在中间要注意啦。唔讲来最强的迄嘛干你嘛，网络商城啦。哦。嘿，我网络购物老王太太最近咧管迄付一送的按密切，对冇？其他牌即摆动听来讲，你东西唔好可能爱加湿哦，有回馈点数，古说你怎去多钱听听，对冇？古说人地包含有，用下地包有400元，也意思代表嘛干对冇？意思讲，去韩国去买汉语牌。汉语牌买个，如果讲地包含有200啦，汉语牌买个，你一包有假皮松咧，我讲安尼是无命的啦。轮回。如果你一包你带以前就按道理4天无法过去耶。不过爱当皮肤状态用板型讲，加认真讲迄钱棍钱，伊咩加不用咩钱棍钱，伊迄棍夹身上的钱变做自家钱。你吃得懂？我卡俩哈好，有几年用唔睇的卫生纸，几年用唔睇的湿纸巾，几年用唔睇的沐浴乳。都是懂家宝，懂好，没错，不应该懂脏。你上面还有8条浴巾，你嘛？给阿志耶，你平常在谈讲懂好用来配系嘛？系爱懂好用来配，其实大家哈都提供诶，对乜嘅信用卡、乜嘅回馈、乜嘅爱真嘅唔知啊，因为爱真嘅唔知按样板去研究啊，爱咩难去研究。不过呢。体会在根本就会讲，我是咖啡嘅重度成瘾者，故所人就会用个点数去买青岛嘅便利商店嘅咖啡，就会用个点数来换，就唔是用钱来换的嘛。故所这只点数呢，就等于黑现金。点数等于 money， 按用个意思。不过，假如讲到一个手机的部分，最尾一点的时间，本后先来讲下手机支付对上千有动台帮出。其实哦，俺俩出门根本没带钱，有没有嘛？是哎，按到，哎呦，那个这照片要遮起来，不能看到。假啦 iPhone 伫手吼，回馈慢来就给讲嘅。用板讲咧，因为俺俩信用卡啦，俺手机踏强下咧，出去根本唔是那现金6000，还有啊，你4000的时间，该个东西全部回馈到俺信用卡底背。像俺出去的时间啊，俺俩下用的系个玉山的牌卡，伊个最多的回馈几多？4%诶，4%的回馈，人家回馈直接走在去便利商店买东西，该趴数直接转现金，比应该来配哪多？冇，我一下没有用嘞。好嘞，莫讲，冇错，几美系，俺啲全部系个玉山牌卡，商城啊都有拍照，而且的话，假设我们广告商有没有来？加上的广告商，不过讲正经啊，最尾本台在建议在讲，莫持到讲，你就当多的回馈，你就当多的回馈，其实你地图有当多的老二，所以当多的陷阱在讲。你本身当多的回馈，本身持到讲，我很想花掉这个钱系值得。最尾的时间，你会变到小凤这个苦主穷人，加不用是滚加个钱变做几次加的钱，所以变到安样去。故说，你平常去3000系好事情，如果假使落入这个回馈的陷阱里面，偷鸡不着会18米哦。要记得哦，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你嘅好上台上讲，有他开加工。